新團委劇得到5倍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。明年6月19號起，電力籃球場甲現有嘅住嘅電力銀行自動續約之災，將需要提早向顧客發出挪辭合約到期嘅通知。顧客也要得到自動續約啟動嘅60日內，都不支付提早改約費嘅情況之下，改簽另一個電力籃球場，這比目前嘅寬限期加了30日。以變現對付詐騙防治嘅刑事法執行修正法令，部分條款將到這個月30號生效。根據法令，從這個月30號起，詐騙防治甲詐騙集團成員或者是招募嘅人，一旦罪名成立，將面對強制性變現，上少6個，上加會得到24個。提供信卡或者是個人信筆資料協助詐騙防治取錢嘅錢路，也可能被判上加12個嘅變現。明年1月1號起，跳蚤解釋嘅刑法將加重。內政部是到今年5月28號宣布加重刑法嘅消息。有關措施明年1月生效。跳蚤速度到每小時20公里或者是以下，違例記分將從4分加重到6分。跳蚤速度到50到60公里之間嘅記分將從18分增加到24分。小換罰款額嘅幅度，你是到50到100元之間；上貴嘅罰款額會得到500元。總理兼財政部長吳松彩馬日起休假，直至到本月31號。總理休假期間，將由副總理兼貿工部長顏金勇出任代總理。配合我國建國60週年，政工會館出版簡述進入古里根故事嘅英文版之家，但好成功為華人移民史留下重要嘅雙語文獻。一名男子到台北地鐵站附近受傷，警方迅速逮捕了一名涉案嘅男子。警方是到昨日晚上5點55分接獲報案。傷者到意識清晰嘅狀態之下送院治療。警方確認涉案嘅53歲男子嘅身份之後，到接獲報案嘅6個小時內，以使用危險武器蓄意造成他人受傷嘅罪名，將伊逮捕。台灣路嘅捷運站、台北車站及東山站昨日下晡5點多左右發生襲擊事件，造成4人死亡，包括對老身亡嘅嫌犯，另外有9人受傷。嫌凶是來自桃園嘅27歲無業行張文，駕駛之災因為盜病險而被台灣當局通緝。新聞報告完了。